平安。平安。我们很高兴能够来到圣殿，一起来敬拜我们神。今仔日主上帝要甲咱同在，咱嘛要伫今仔日的祈祷会内面，要甲主来相拄。而且咱三角组织要用俄罗的诗歌来俄罗咱的主，咱请咱的兄弟起立，咱做伙来用这首诗歌来俄罗咱的主。咱打组织。咱打主织的你，无做清洁白，献给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受事高雅的亏难，引带我行神圣的山谷。顺境好路，逆境好路，你安排阮当定着。月月擦出，顺境好路，逆境好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咱打主织的你，无做清净白，献给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受事高雅的亏难。引带我行神圣的山谷，顺境好路，顺境好路，逆境好路，你安排阮当定着月月擦出。顺境好路，逆境好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咱打主持。咱打主织的你，无做清净白，献给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受事高雅的亏难，引带我行神圣的山谷。顺境好路，顺境好路，逆境好路，你安排阮当定着。月月擦出，顺境好路，逆境好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顺境好路，顺境好路，逆境好路，你安排阮当定着月月擦出。顺境好路，逆境好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我欢喜顺坦，我欢喜顺坦行天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哈利路亚！阿门。咱感谢俄罗咱的主，咱用破声将一切荣耀拢归予咱的主。请坐，请坐。伫这个时刻，咱特别爱为着咱台湾这块土地，咱这个岛屿需要主甲咱徛起，嘛需要主伊来看顾咱的政府官员，咱的人民同胞，会当成做一个和谐、有主的听的一个国家。愿咱这首歌会当成做咱的祈祷。为一个土地，我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那更全地遍照。为一个城市，我谦卑憔悴。愿主的活命临到这的百姓，愿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颂扬甲悲伤离开阮的心中。愿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恩望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为一
这个土地，我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若更传递遍照，为一个城市，我谦卑憔悴。愿主的活命，临到这的百姓，主来呼求讲，愿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颂扬甲悲伤离开阮的心中。愿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盼望甲喜乐永远在阮心中。愿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颂扬甲悲伤离开阮的心中，愿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盼望甲喜乐永远在阮心中。感谢主，伊将伊的愿望甲喜乐放伫咱的心内，因为咱的主是有疼，伊疼咱的一生拢交伫伊的手。咱就要用这首诗歌来讲出主伊的疼。人讲这人生亲像做眠梦。透早困，始终拢无半项。虽然人有心，世间人无情，只有看破真多空。愿讲阮人生有主来听透。虽然山车人嘛有希望，不免水汪汤，不免心叮当，不免心酸过目苦寒。若不是也好我去做。去做的人，就着无空空，咱拢是上帝的产业，天顶有财宝永远无破空。愿主来打开心内的门窗。一时定头心，得着头望。只要人有心，上帝嘛有情，这世间有听有希望。人讲咱人生，亲像做眠梦。透早困，始终拢无半项。虽然人有心，世间人无情，只有看破真多空。愿讲阮人生有主来听透。虽然山车人嘛有希望，不免水汪汤，不免心叮当，不免心酸过目苦寒。若不是
和华去做，去做的人就着我空空。咱拢是上帝的产业，天顶有财宝永远无破空。恩主来打开心内的门窗，一时顶头时得着头帮。只要咱有心，上帝嘛有情，这世间有听有希望。咱不是要我去做，咱不是要我去做，去做的人就着我空空。咱拢是上帝的产业，天顶有财宝永远无破空。恩主来打开心内的门窗，一时顶头时得着头帮。只要咱有心，上帝嘛有情，这世间有听有希望。只要咱有心，上帝嘛有情，这世间有听有希望。感谢主，因为主的听，咱该当伫遮三角组织，伫遮咱就爱将家己交伫主的面前。主伊要看顾咱，伊要保护咱，的确一世人，伊拢要甲咱伫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哈。今天上帝的话语记载在旧约圣经诗篇第51篇1到12节。好，那我来读单数节，那请会众来读双数节哈。我们用经文起印的方式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第51篇第1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我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好，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在这个研经诗里面哈，它的这个分享的题目是“再给我一个机会”。好，再给我一个机会。那这个主题呢，其实也是一首诗歌的名称哈，它也是一首诗歌。那如果大家还记得天韵合唱团，他在80年代哈，上个世纪，他有
一个专辑哈，叫做《野地的花》。好，《野地的花》它这张专辑就有收录《再给我一个机会》好这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呢，它唱出人们对神的呼求，人们呢渴望神的赦罪，不要再常常活在罪的里面。这一首诗歌也让我们常常可以提醒自己，我们要常常在主的里面来认罪悔改。再给我一个机会。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是在诗篇里面呢，它非常有名的这个悔罪诗。好，那诗篇总共150篇，当中有7首非常有名的悔罪诗哈，分别是第6篇、32篇、38、51、102、130以及143，总共有7篇，都是非常有名的悔罪诗。那我们所读的51篇呢，今天所读的呢，是大卫王他非常有名的忏悔诗哈。那在11到12世纪呢，有一位伟大的灵修的文学作家，他就是圣伯纳，他也是一个修道院，天主教修道院的一个院长。他曾经说过，认识神有多深呢？爱他就有多深。那基督徒呢，对神最深的认识呢，莫过于就是在很深切的痛悔自己的罪，能够经历到主耶稣基督呢，他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这样子才能真正的感受到。因为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得到赦免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里面会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认识神有多深，爱他就有多深。这是我们必须在我们人生当中一起来学习的功课。那今天呢，这首诗歌呢，它是在3000年前哈，以色列的大卫王，他在开头的时候他就有说明哈，当大卫与拔示巴同房以后，先知拿单他就来见他，那大卫呢，他就做了这首诗歌。那这个诗歌的这个故事背景我想我们在座的兄姐都非常的熟悉哈，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11章到12章。好，那这段故事呢，呈现出来就是大卫他淫人之妻，害人之命，并且借刀杀人一错再错，然后编造谎言等等的行径。那他这样的一个举动呢，使神的名受到侮辱，这也是大卫王他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污点。所以今天在这段经文呢，我们所看到的先知拿单呢，他奉上主的命令前来斥责大卫。那我们在座的兄姐可以想看看，有谁竟敢来指责一国之君，一位君王，尤其是指出他犯罪的地方这个人应该是非常的胆大他能够来指责大卫王。即使像大卫王这样的明君他能够接受别人的指责吗？他能够悔改归向神吗？他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恼羞成怒，甚至他反过来杀这个先知拿单呢？但是我们读了这个圣经以后呢，我们都知道大卫王他并没有这样做。大卫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都知道神会拣选大卫成为以色列的国王，是因为他顺服神，他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他犯了罪，他知道他自己的罪，并且他在神的面前承认他自己的罪，为罪而痛悔。这个就是在今天的经文我们所读到的，大卫他犯罪悔罪，以至于神赦免他的罪。在今天的经文我们也看到，他把这一段的经历呢，他做了一首诗尤其从第10节开始一直到12节，也有一首诗歌
求主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好，这也是我们常常在校园诗歌里面会唱得到。好，那大卫呢，他不是说自己写的这个悔罪诗，只有神知道，跟他自己知道而已。他把这一首诗，他交给诗班长，请这个诗班的班长去谱曲让很多人来歌颂这首诗。好，也就是大家要借由这一段的诗篇，常常来唱诵的时候，借由这样子来向主来认罪。那这首诗歌也是历代的信徒最喜欢的诗歌之一，因为在这首诗歌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隐约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啊。好，因为我们在认罪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大卫当时他向神所呼求的，常常我们要向神呼求的。好，回忆到我们自己内心也有挣扎，同时我们也明白大卫他怎样得到上帝的赦免，我们也同样可以借由这样子的认罪悔改，得到上主的赦免。所以在这一段经文今天的经文有12节，我把它分成3段来跟大家来分享。第一段呢是第1节到第5节，它所代表的是大卫他恳求罪得赦免。那在这一段经文呢，大卫他用3个名词来描述自己的罪过。第一个就是过犯，那这个过犯呢，常常翻译成悖逆，也就是说明知故犯，违背神的心意，破坏了神的规定。这个过犯呢，可能我们已经知道这样子去做是错的，那我们就是明知故犯，还这样子去做。第二个就是罪孽，它原意就是弯曲诡诈、扭曲的事实，颠倒是非，指鹿为马，他将错的讲成对的。那这罪孽，第2个名词。第3个就是罪。那我们从很多牧者来教导我们，就知道罪它的原文就是那个箭呢没有达到，没有射中那个目标，使不中地，指的就是没有达到神所定的标准，不合神的心意。所以大卫他用这3个名词呢，来描述他自己的过犯，他自己的罪有哪些。另外呢，他也用3个这个形容词呢，他求神来赦免他的罪。第一个就是涂抹。那这个涂抹呢，他形容我们的罪就好像记在上帝的册子里上面，因为神都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现在要求神把它擦掉，好像我们在黑板上写字，用板擦把它擦掉这样子。求神把这个罪整个除灭掉，涂抹。第2个就是洗除净尽。那这个意思就好像人他身上所穿的衣服上面有沾到污渍各种的这些污秽。那大卫他求神把这些污秽完全来洗净，不留下任何的污渍，并不是模棱两可的。就是说，我暂时的忘掉，暂时的被赦免，而之后我仍然又犯罪。大卫他希望的是彻底得到洗净。那第3个就是结除，形容人犯的罪呢，好像要用火把它烧掉，必须要用圣洁的火把它烧尽除去。所以这是大卫他求神涂抹、洗除净尽、结除他的罪。因为大卫他承认他所犯的罪是非常可怕的，他也认识到罪在人的身上的根是多么的深。当他讲到罪的时候，他都有讲到我的过犯、我的罪孽、我的罪，他没有牵连到任何人。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因为他看了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在对面的建筑物里面洗澡，他并没有说，
是对方来引诱我，他把这个罪责归咎到人的身上，他把这些罪都列为自己的罪，所以他都有讲我的过犯、我的罪、我的罪孽。他也没有责怪任何人，他只讲说，我的罪呢是需要神来涂抹的，我的罪是需要神来完全除掉的。所以他求神亲自来动手，因为他知道只有神，唯有上主才能除掉他的罪。这也是我们常常在祷告中，我们知道我们并不能用任何的方式，或是透过别人来得到罪的洗净，唯有主耶稣基督，他才有办法洗净我们的罪。那在第3节，大卫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常常在我的面前。不论他躺着，或者是行在路上，他的脑筋一停下来呢，他就会想到自己有罪。眼睛闭上呢，他就想到他无法逃避这个罪，不得不他要向神来认罪。所以认罪是从知罪开始，那心中不断有愧疚感，因为罪叫人痛不欲生啊。所以大卫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大卫他宁可神因为他的罪，他来责备他。那中文圣经已经把这个意思翻出来哈，但是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呢，他表示的更加强烈，就是唯独你，我唯独向主你来犯罪，因为我得罪了你。不管我们在这个世上做了多少的恶，得罪了多少人，最终其实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得罪了神啊。所以我们认罪的对象就是在于神，唯独神才能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大卫说，我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啊。这是大卫他强调他自己从出生到现今，没有一天不在罪恶的辖制里面，生活没有一天不受到罪恶的影响。因此他恳求神，不只是要来解决罪的问题，他求神完全彻底的洁净他。那么这是在1到5节，他希望神来赦免他。那么在第2段呢，6到9节呢，大卫他恳求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要恢复。那从这4节当中呢，我们看到大卫他恳求神赐给他内里诚实，并且得着智慧。第2个是要得到洁净，第3个是恢复他的欢喜跟快乐。因为我们知道大卫他在认罪的时候，他是这样非常痛悔，非常悲伤。那他恳求神恢复他，给他欢喜，给他喜乐。第4个就是恳求神涂抹，不要再纪念他的罪。这是在第2段6到9节当中我们所看到的。那他求神让他能够重新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啊。好，也就是说，我们人在认罪的时候，不是只有痛悔，然后我们一直在那个悲伤痛苦当中等待神而已。我们等待神还要有盼望，我们求神要赐给我们欢喜快乐。因为在他闭口不认罪期间呢，所有的快乐都没有了。好，我们从1到5节就看到，那别人亲近神，大卫他却因为自己的罪，跟神完全来隔绝了。如果罪一天不在他的身体来除掉，他就一天都不得到安宁，他也不能够亲近神。他生命里面的一切福气呢，一切的喜乐，都因为他犯罪失去了，所以他恳求神重新让他恢复，重得喜乐的泉源。他恳求神说：神啊，上帝啊，
现在求你掩面不要再看我的罪了，求你给我完全的洁净，完全的洁净。所以这是大卫他在恳求跟神的关系恢复当中，他希望神再一次赐给他这些喜乐、盼望，而且不要再纪念他的罪了。那第3段呢，是从第10节到第12节，也就是大卫他恳求与神同在。大卫他进一步的恳求神，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那这里的造呢，其实就是创造，因为我们知道，创造天地万物的就是上主，只有上主能够重新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不是靠我们自己，认罪悔改以后我们就有清洁的心了，必须从神那边有神的创造在我们当中。另外呢，大卫也求上帝不要从他收回神的圣灵啊。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只有3段的经文有讲到圣灵，除了这个第11节以外，第51篇第11节以外，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第63章的第10节跟11节也有提到圣灵啊。那圣灵呢，就是神的灵，它是真理的灵，赐生命的灵，洁净的灵，并且呢，大卫他求上帝使我们能够仍得救恩之乐，赐给大卫有乐意的灵来扶持他。我们看到大卫他仍然渴慕神他的救恩，并不是说神啊，你就让我这一切都能够平静的度过，但是他更渴慕的是什么？他要得到救恩，因为他知道这些罪让他跟神的爱隔绝了。因此大卫他希望神能够再赐给他救恩，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呢，我们了解到大卫他彻底悔悟，求神洗净除去他的罪，他也求神更新他，给他内心诚实，更期待神为他创造全新的身心灵。神也垂听大卫的恳求，以慈爱来原谅大卫。那这是不是也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祷告呢？我们看到圣经当中，除了大卫，也有很多向神悔悟、求神赦罪的人物的例子，就好像先知约拿，他在鱼的肚子里面祷告，最终按神的使命去劝告尼尼微城人认罪悔改，因为神赦免了他，并且带领他。还有迫害基督徒的扫罗，在被主的光照以后，他成为使徒保罗，将基督的福音能够传向欧洲。以及我们在上周日吴牧师向我们勉励的讲道当中呢，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让活水涌流出来，让更多的人愿意来信靠主。我们看到这些圣经里面的人物，他们都愿意这样来悔改归向神。在此也要在这边来与我们的兄姐们一起来勉励，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里面警醒认罪悔改，借由祷告求神带领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一生见证荣耀神的名。这个时刻，我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邀请我们弟兄姐妹要常常住在主的里面，住在神的里面是何等的幸福快乐。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和安息，
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我们要像撒玛利亚妇人，她渴慕神。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渴求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主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弟兄姐妹们，你愿不愿意喝主这活水呢？让他的活水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永不枯竭。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来赞美感谢的祷告。我们要求主每时每刻都能够赐给我们平安，在每一件事上都有主赐的恩典，也求主把智慧与喜乐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充满力量，能够去爱人，在我们的职分上能够把祝福分享出去。在这个时刻，我邀请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一起开口同声来赞美感谢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你再次将你的圣灵放在我们的当中，你的临到让我们得着平安与喜乐。主，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有赦罪的权柄，你是爱我们，你是看顾我们的。我们要将我们自己心摆上，求主你用你的智慧来充满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每时每刻你都与我们同在，你所赐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主，你不看我们的罪，因为你知道，主，我们若愿意认我们自己的罪，主，你愿意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成为圣洁，来亲近主你。主，我们感谢你，你赐下如此美好的恩典，你将你的智慧，将你的喜乐，将你的盼望放在我们每一位兄姐当中，让我们能够行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着我们也要为了全球以及我们的国家城市来祷告。我们的国家需要主。这个时刻，我要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以赛亚书26章3到4节，请。艰辛倚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我们要为了我们台湾以及对岸大陆
这样紧张，现在很紧张的一个关系，我们求神来掌权。对岸常常传来侵略、强行统一台湾的这样的威胁，让我们的人民心里面惶恐。我们要求天父上帝，他来掌权，他来遏止这样的一个行为举动。我们要在天父的面前举起祷告的手，为台湾这块土地来守望，恳求神为台湾周围筑起一道墙，是不会被穿透的，也掌管在台海这个区域所发生的任何事。求主用他的恩典来兼顾我们台湾。第二个，我们要为近日我们所知道台湾有食安的问题，造成现在我们的民众非常的惶恐。这个苏丹红的食安的风暴持续在扩大延烧，也具有潜在的致癌性。那求主赐给政府跟相关的单位有智慧来处理这一次的危机，并且来遏止不合格的这些食物原料能够不要再进到台湾来，帮助政府在食物安全上面能够严格来把关，使人民能够买到安心可以吃的这些食物。第三个，我们也要为了我们电视、电影、媒体、网络、广播的节目，还有书籍、报章等等大众传播媒体的这些内容，能够制作出有仁慈、智慧、创意，并且有清洁的心，传递爱跟神的真理，来提升视听，让我们的这些社会大众能够有正面的价值观，也能够成为社会的祝福。这个时刻，我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开口同声，为这3件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台湾是你所守护的城市，我们将我们台湾仰望交托在神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带领保守，让我们不受到对岸大陆的一个威胁。主，你要掌权在我们每一位神你的百姓，我们台湾这块土地上，特别也要求神你来掌权在最近的食安风暴当中。主，我们求你亲自来看顾，让这些不好的食物能够不再来输入到台湾里面，你为我们严格把关，也求主你亲自来带领，让我们台湾的这些大众媒体能够有一颗清洁的心，能够制作出有仁慈、智慧、有创意，传递神的爱跟真理，成为我们社会人民的祝福。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掌权，这样祷告跟祈奉。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我们的坚固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我们赞美你，你在列国中掌完全，居首位。谢谢你让我们拥有祷告的权柄，能够回应你的呼召，成为国家城市的守望者。我们再次把对岸传来侵略和强行统一台湾的威胁言论再次交托在你面前，恳求你持续兼顾台湾，赐下属天的智慧，在执政掌权者好治理我们的国家。特别求你使执政掌权者有一颗行公义、好怜悯、谦卑、与神同行的心。接着我们为着近日食安问题频传来呼求你，包括苏丹红等致癌物质已流入市面，求主帮助政府在食物安检上更加严格把关，使民众得以安心无忧的日常饮食。愿主帮助国人能谨慎有智慧的选择食品，避免食用到不安全的食物而损害健康。主啊，你是圣洁的神，求你洁净我们的大众媒体，使它不再传播罪恶的工作。无论是电视、广播节目、电影、报章杂志、
漫画、网络等等等传播的媒体。恳求你除去一切夸大、攻击、毁谤、暴力、色情、灵异、邪术等污秽人心的内容，使神的诚实、良善、平安、喜乐、仁爱、盼望充满在各样媒体当中。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接着，我们要为了教会来祷告。我们要为接下来这个星期六，3月16号的信徒讲座，求主加添力量给讲员陈柏之牧师，圣灵来充满他，让他有属灵的视野，让他能够看见人心的需要，并且来传讲出切合时代所需要的一个信息，激励我们的信徒，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敬畏敬爱神的心，有受教顺服的耳朵，殷勤做工的双手，遵道行道的双脚和专一仰望的眼睛。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有同心合一的心，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神是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能够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在主的里面做美好的工。第二个，我们也要为了3月24日的主日礼拜当中，要召开临时的合会，要来选举陈柏之牧师成为我们迦南教会第6任的主任牧师。那中会也有特会员来到我们当中来拣选，我们要求神来掌权，在这个整个礼拜当中，一切都能够顺利。也愿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同心合一来祷告，我们要经历神奇妙的恩典跟心意，在我们迦南教会来运行。另外就是在3月24日的下午，我要召开长执会，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位长执同工有属天的聪明智慧，在神所托付的服事当中呢，有敏锐，有圣灵的引导，满有恩膏，大有果效，并且在谦卑里面来服事主。第4个，人若喝我所赐的水，我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是神对我们每个人所说的。我们要为我们有健康的灵性来祷告，常常来渴慕神，亲近神，建立固定的灵修生活。教育部所推动的读经进度，求神兼顾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持之以恒，坚持到底，昼夜来思想神的律法，神的话语，在生活当中也能够结果子，来荣耀神的名。第5个就是社区事工陆续有松年大学开课跟生命教育课程，愿上帝的国扩展到社区，教会能够成为社区的光和盐，教会要成为社区正向改变的地方与祝福。这个时刻，我要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为了教会的这些事工，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亲爱父神上帝，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迦南教会经历了59年，主，我们仰望你为我们安排合神心意的牧者，特别在3月24日的第6任主任牧师的选举，求主让我们的兄姐能够为此同心合一来祷告，来选出合神心意的牧者陈柏之牧师，也让整个拣选过程得到神你的掌权看顾。我们也为了3月16日信徒讲座，神你开启陈牧师还有属灵的眼光，来传讲神你的话语，来造就我们的信徒，让我们的信徒能够得着主你从天上来的智慧与能力。另外，我们要求神来看顾我们在3月24日的长执会，求主赐下智慧能力，在我们的长执同工当中，有走合神心意的道路，也让我们的社区事工所推行的松大的这些事工开学等等，我们都仰望交托在神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掌权，
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固定的灵修生活，每天来读神你的话语，思考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灵粮，成为我们日常的帮助。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能够祷告的权柄。在这边，我们来为教会的事工来祷告。我们为3月16号信徒讲座，求主来给予陈柏志牧师在传讲信息的时候，能够帮助他来激励所有的信徒，复兴我们的教会，应用这些信息，能够应用在生活上跟信仰上，成为一个爱行道、爱服侍的教会。我们也为3月24号临时和会要来拣选陈柏志牧师，成为我们迦南教会的第6任牧师。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能够在主里同心合意的来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也求主来掌权，让我们能够从头到尾都能够顺利的来完全这个拣选让我们都能够选出一个合乎我们的一个牧师求主你来让所有的过程都能够顺利。我们也在3月24号1点要来召开长子会，求主来赐给每一位长子都有属天的聪明跟智慧，让他们在处理所有的事工都有主你的恩膏，也让每一件事工都能够有果效，都能够行在神你的旨意当中。我们也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健康的灵来亲近神，来爱读经，爱遵守神你的律法，成为我们每天的帮助。我们也为社区的事工，松联大学开学，还有生命教育，求主你让更多的社区的长者，还有更多的人都能够来认识主你的福音，成为他们的祝福。我们将这样的祷告都是同心合一的放在祷告当中，愿主你来看顾，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着我要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两个，我们要为彼此来代祷。谁
谢主。当有2、3个人同心合意在主的里面祷告，神就在我们的当中。相信神他垂听我们的祷告，他也要让我们真正得到平安。若我们住在神的里面，我们一点都不孤单，因为神的爱要来充满我们，在每一个时刻他都要来看顾我们。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接着，我们要为了我们教会的肢体来祷告。首先，我们要为成人牧区，为了年长者身体的衰弱，以及各种病症，有癌症的，有开刀得到目前正在治疗的会友来祷告，求主来看顾保守他们的身心灵都得到安慰，得到医治。在今日寒冷的天气当中，也能够注意保暖，出入都平安。另外，我们也为了第6组谢松郎老师的妻子黄素清师母，在2月23日离世之后，3月16日要来举行安息的礼拜，求主安慰的灵与谢老师他的家人同在，也让这个安息礼拜一切都能够顺利。另外，我们也为了第18组王威达以及杨玉新夫妇的儿子王一超，因为诊断出有先天性的左侧输尿管畸形造成的水肾，预计在3月13日就今天来开刀，并且在明天3月14日来拔管哈。我们求主来怜悯哈，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他就要经历这么大的试炼，求主怜悯医治，掌权在这个手术能够顺利，也让孩子不要遭受到过多的这些疼痛，求神拿去他这个疼痛，同时也求神安慰的灵与他父母同在，让他们心中能够有神的盼望。第4个，我们也为了社区干事陈英如她要待产，也为了18组的黄秀英姐妹怀孕，即将在这个月底要来生产为了这2位姐妹来代祷，因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求主来赐福准妈妈以及即将出生的这些婴孩，保守待产跟生产的过程，一切都能够平安顺利。另外，我们也为了青年牧区，在完成上周的培训筹备会之后呢，同工有清楚的共识，凝结事工的方向，一起向前来迈进。我们感谢主。好，那也为了上周6礼拜结束之后呢，有动员牧区来打扫8楼，齐心齐力，满有喜乐，感谢主。另外，也为了各组同工设定对象，能够带领新一代的同工一起来服侍，求主来呼召人能够愿意为主受装备，有信心来回应邀请。也为了儿童牧区来祷告求主赐给我们的这些孩子，在信仰、学业、家庭、朋友各方面都蒙神的保守，也求主赐给老师同工们有智慧，能够传讲神的话语，将真理传给孩子，用生命来影响生命。另外就是在3月31日的复活节的 Special Agape， 求主帮助同工筹备顺利，并求主带领牧区及社区的孩童能够踊跃来报名好，这个时刻我邀请我们所有的兄姐，我们一同站立。我为了我们教会的肢体，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主，因为我们教会当中的这些兄姐，主，你知道他们的需要，我们求主你亲自来看顾这些有病痛、有癌症、身体虚弱，他们可能没有希望，但主，你的爱要进入到他们心中，你要亲手来扶持、医治他们，心里面有郁闷的，主，你要亲自来释放。感谢赞美主，主，我们要求你看顾谢老师的太太的安息礼拜，主，求主你亲自来掌权，让这一切都能够顺利来完成。也看顾威达、玉兴夫妇让孩子一超能够有神亲自的带领，主，你亲自掌权医治他们，保守他们得到神你的赐福。主，我们也求你亲自来看顾在社区的干事银如以及秀英姐妹的生产，主，孩子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求主你亲自来赐福保守，让他们待产生产一切都顺利。也看过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要为我们教会的肢体，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将他们交托在神你的手中，特别求神你亲自掌权在我们这些年长者，主，在天气寒冷的时候，你让他们能够懂得注意保暖，并且出入都平安蒙福，有神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一生一世都随着他们。所以要请求你来看顾在我们兄姐当中有需要的，特别有癌症，有在医院当中接受治疗的，有开刀目前还没有出院的，有身体衰弱需要神你亲自来怜悯医治的，我们都要求神你亲自掌权在他们的身心灵当中，求主你来释放，让他们的心灵不再郁闷，能够天天倚靠主，靠主刚强，有神你仁爱喜乐的心常常居住在他的里面，让我们这些年长者能够有神你的恩典眷顾看顾他们。特别我们要为了失丧者的家庭，谢老师的家庭来祷告，求主你看顾在3月16日的安息礼拜，一切都能够顺利，也你安慰的灵与遗族同在。主，我们也非常难过的，在我们的肢体当中，我们看到非常小的这个孩子王一超小朋友有这个先天性左侧输尿管畸形所造成的水渗。主，我们求主你亲自怜悯来医治他，不让他再受到这样的苦痛。主，我们请求你亲自来安慰他的父母。主，你让他们在今天的开刀的手术都能够顺利来完成。有神你的恩典与这个小孩子同在，让他在明天的拔管都能够顺利。也求主你挪去他身上的苦痛。我们要求主你来保守，与这个孩子同在，与他的父母同在，让他们能够有盼望，有神你的恩典来看顾保守他们全家。主，我们要为了我们社区的干事英如姐妹以及第18组的秀英姐妹，她们即将要来生产。主，孩子是你所赏赐给我们人最好的产业。主，我们要请求你亲自来保守2位母亲在即将生产都能够有平安、有喜乐
有神你的盼望在他们里面，让他们心里面不至于紧张，不至于惶恐，让他们在整个生产都能够顺利。神，你让他们母子母女都能够平安，也让这个孩子在从小就有神你的恩典祝福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的身量智慧都能够随之来增长。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为了青年牧区在培训营的筹备会，神你让他们有更清楚有同心合一的心，为了所要做的圣工，能够在主的里面做美好的工，让更多的人来亲近主，让更多的人能够与神来亲近，得到神你的赐福。特别我们也感谢在全教会动员的大扫除，让我们都能够同心合一，一起来为我们教会做更美好的工。主，我们谢谢你，也为了我们这些青年同工能够有新一代得到神你的呼召，愿意出来服侍神服侍人，能够受到装备，有神你的恩典与信心来回应神你的呼召。感谢赞美主。特别我们也要将儿童牧区交托在神你的手中，赐福我们的孩子有健康的身心灵，也让我们的老师同工们能够有智慧来教导，用真理，用神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让孩子能够在学业、信仰、家庭、朋友各方面都能够荣耀神你的名。谢谢主，也让我们在3月31日我们所期待神主耶稣你的复活当天，有 special 的阿嘎贝的事工，求主你亲自掌权，让同工的筹备一切都顺利来完成，求神你亲自来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个时刻我们要有信心的来向神来赞美，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阿们吗？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看见神的应许，那越困难，听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爱美。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爱美。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忧虑的时候，神他都没有放弃我们。主的应许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有盼望，让我们生命得着力量。在基督里，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祷告会就到这边，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请安，互相来请安，互相祝福。